各位街坊、各位老友記，大家好。今日呢條片，我真心建議大家，尤其係做生意、做投資計劃，仲要鋪張擴店，打算大手入貨、參與理財項目嘅朋友，一定要靜心睇完，因為呢番說話關乎你哋下半年嘅錢袋安全，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呢段時間好多人問我，2026丙午馬年下半年運勢究竟係升係跌？可唔可以大膽投資？可唔可以擴張視野？可唔可以信任身邊人介紹嘅賺錢機會？我今日講一句最真實、最落地，好多人不願意講嘅命理真相。2026下半年並非普遍發財年，而係機會滿天飛、陷阱藏暗地嘅真假混雜年。丙午年雙火當令，烈火通明，火旺主氣勢、主機會、主曝光、主熱度，所以你會發現身邊到處都係賺錢機會，有人邀請你合夥。有人推介高回報理財，有人叫你加盟寵業，有人話行情回暖，有人話低位佈局，有人話下半年必定大旺，市面熱度高，資訊氾濫，人人講緊賺錢，令好多人覺得而家係最好出手嘅時機，唔搏就走，保唔投資就輸俾人。但係大家一定要知，命理從來好公平，火旺之年，機會多，誘惑更多，格局動盪，風險大，假象更大。對於大部分命格穩流年順嘅生肖，下半年確實有收割、有回暖、有穩進獲利嘅空間。但有3個特定生肖，今年下半年絕對唔適合大投資、大搏殺、大擴張重資入局。你哋呢3個生肖今年嘅財運格局係機會係真，誘惑係大，但你承接唔住，運氣托唔起，格局扛唔動。表面睇落處處係商機，處處係財路，實際上全部都係外熱內虛。看似盈利暗藏嚟損嘅破財陷阱，一旦頭腦發熱，重金投入，盲目加碼，借錢投資，最後只會一個結果：前期少賺，後期心套，本金流失，勞碌白忙，甚至連累整年運勢破壞，多年積蓄。好多人嘅破財，從來唔係輸喺唔努力唔識賺錢，而係輸喺錯判時機、亂搏風險、運弱心雄。順境嘅時候穩手先會贏，運弱嘅時候不敗就係賺。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2026丙午年煞賓年最忌大手投資、最易踩坑破財嘅3大生肖，逐個講清楚你哋嘅命理煞氣破財類型、常見陷阱、高危月份千祈唔好做嘅事，以及點樣穩手避坑、守住財富、保住家底、平安過渡、等待來年翻身，內容好重要，牽涉大家真金白銀嘅積蓄，建議大家點個讚、收藏保存。轉發俾屋企人、合作夥伴，等身邊人一齊避開風險，守住福運。評論區留低穩守不破，為自己鎮住財富，遠離破財陷阱。首先，第一個要高度警惕，下半年堅決唔好大投資嘅生肖就係屬兔人。2026丙午馬年卯午雙破，屬兔全年破太歲。好多人以為破太歲只係是非多、感情易變、小事反覆，其實對於財運同投資，破太歲係極為致命嘅隱患，我同大家講透。破太歲嘅投資命理核心破，代表破損破局、破財破功、計劃破滅、收益破滅、穩定性破裂。屬兔五行屬卯木，木生火，今年係師氣流年，火旺先木氣，令屬兔人本來不足嘅財運底氣更加透支，更加空虛。簡單講，今年屬兔人氣場外散，心神不穩，判斷易錯，定力不足，最容易被市面嘅熱度沖昏頭腦，做出錯誤投資決策。上半年好多屬兔朋友已經感受到，計劃好好嘅項目臨門一腳變卦，談好嘅收益最後縮水，小額揸市有少少盈利，一加碼就即刻虧損。踏入下半年，火氣雖有收省，但卯午雙破嘅格局並未解除，反而因為下半年行情回暖，商機變多，誘惑加倍，陷阱加倍，破財風險加倍。屬兔人下半年投資最大嘅致命弱點就係容易將短暫運氣誤當成真實實力，將階段熱度誤當成長遠台勢。你哋天生心思敏感、想象力豐富、樂觀積極，睇到別人賺錢，睇到項目前景，睇到短期數據，就會自動放大優點，忽略風險，覺得自己把握咗良機，可以乘勢而起。但破太歲流年，所有投資局勢都有一個隱形特質，看似向上，實則虛浮。看似賺錢，實則套人；看似低位，實則未到底。我專門總結咗下半年屬兔人最容易踩入嘅4大破財陷阱，
大家逐條對照，千祈唔好中招。第一，熟人介紹嘅穩賺項目，下半年屬兔人緣運旺，社交多，身邊朋友、舊同事、親戚會頻繁推介各類投資、副業、合夥生意。破太歲最容易出現人情破財，信人唔信事，最後被人情公價、被項目套路。第二，短線投機、快進快出嘅博弈項目，火旺之年，短線行情波動大，屬兔人容易貪圖快錢，頻繁操作，以為可以低買高賣，穩賺不蒲，最後因為判斷失準，心態急躁，追漲殺跌，反覆嗌損，本金縮水。第三，盲目擴張店鋪、團隊庫存，做實體生意嘅屬兔朋友，下半年見行業回暖，客流回升，就容易心紅手順，大手入貨，擴大門店，增聘人手，增加成本。但破太歲撞反覆，回量短暫熱度，並非長遠復甦，過度擴張只會導致庫存積壓，成本高企，利潤倒貼。第四，輕信口頭承諾，懶得落實合約，屬兔人性格柔和，重視情分，唔中意過於計較，合作投資嘅時候容易相信對方嘅口頭保證，唔使細審核合約條款。破太歲官非隱狀合約而生爭議，一旦出現分歧，口頭約定毫無保障，最終吃虧損錢嘅一定係自己。好多屬兔人會問：下半年完全唔可以投資咩？我清晰話大家知，可以小額穩健理財，可以深耕主業，可以優化現有項目，但絕對禁止重資入局，禁止跨界投資，禁止借錢投資，禁止滿倉博弈。下半年屬兔嘅財運口別，小動則有利，大動則大破，小頭小賺大頭大，算守成則穩，無盡則佳。你哋今年嘅福氣在手，不在搏，守住現有成果，守住本金安全，守住現金流，就已經係最大嘅勝利。但凡超過自己承受能力嘅投資，一律拒絕，一律遠離，先可以避開破太歲嘅致命破財陷阱。第二個下半年絕對忌大投資，破財風險極高嘅生肖就係今年本命值太歲嘅屬馬人。2026丙午年屬馬值太歲，午午自刑，雙火疊揸，氣勢極旺，心氣極高。好多人誤解值太歲，以為全年事事衰，處處碰壁，其實唔係。值太歲嘅真實命格係機會極多，熱度極高，風險極大，起伏極劇。屬馬人本身性格豪爽，果敢衝動，敢撞敢搏，不甘平庸。一旦遇見火旺流年，氣場被完全點燃，自信心會直線爆棚，容易產生萬事盡在掌握，自己眼光獨特，出手必定得勝嘅錯覺。上半年屬馬人經歷咗一波氣場洗禮，運勢震盪，好多人熬過咗迷茫波折內耗，踏入下半年，行情回暖，貴人顯現自然有起色，身邊讚美聲變多，於是心態即刻放鬆，甚至澎湃，覺得自己已經走出低谷，可以大顯身手，全力一搏。但我要嚴重提醒所有屬馬朋友，你哋下半年最大嘅破財陷阱，從來唔係市場行情，而係自己過度自信、急躁冒進、激情決策嘅心態。午午自刑，主自我糾結、自我高估、自我衝動。值太歲之年最忌心紅手辣，過度貪婪，放大收益，忽視風險。市面所有看似完美、暴利、穩賺嘅投資機會，專門吸引嘅就係心態澎湃、急於求成嘅屬馬人。我拆解屬馬人下半年最致命嘅3個投資擺局，每一個都足以掏空多年積蓄。第一，高位追漲，盲目入局。下半年各行各業都有局部熱點，短期行情屬馬人敏感度高，反應快，見勢頭向好就會即刻衝入，覺得自己把握咗最佳時機。但值太歲流年，熱度大多虛火，麻花一現，你衝入嘅時候往往就係行情頂點，即將回落嘅高位，最後必然高位接盤，被套乖損。第二，跨界投資，隨意轉型。屬馬人天生不甘平庸，喜歡突破，追求新機遇。下半年主業稍有起色，就容易心猿意馬，想跨界重驗投資陌生領域，左試全新項目。但自刑之年，思維容易片面判斷，容易主觀，對陌生行業嘅風險完全認知不足，只睇利潤唔睇汰損，最後新項目難以落地，投資血本無歸。第三，借錢投資透支六生，呢個係屬馬人下半年最危險嘅行為。自信心爆棚嘅時候，會過度高估自己嘅盈利能力，覺得短期可以快速獲利，回本翻倍，於是願意透支現金流，借貸家呢窿抵押資產去搏收益。但流年波動極大，運勢不穩，
一旦行情反轉，項目受阻，即刻面臨資金斷裂、負債、多年積蓄一朝清零。除此之外，屬馬人下半年仲有一個隱形破財點，輕信他人、豪爽擔保人情投資。你哋重情義、好面子，唔懂拒絕身邊朋友邀請合夥求助、擔保拆借資金，一時熱血上頭就會應承。但值太歲之年，人情最易變質，合作最易生隙，好心幫人最後只會變成人情破財，有去冇回。真心勸告所有屬馬朋友，下半年千祈唔好運勢，稍好就憑興，稍有起色就大博。你哋今年嘅好運貴在穩，唔貴在猛，貴在守，唔貴在統。所有需要重資投入、長期顛覆、高風險博弈、跨行陌生投資，一律暫停，一律觀望，一律唔碰。守住現有江山，穩固主業根基，回收應收，找款減少無謂開支，先係你哋下半年最明智、最賺錢嘅選擇。忍住一時衝動，先可以守住一世積蓄；收止一時心紅，先可以避開滿布陷阱嘅投資亂局。2026丙午年查賓年，最千祈唔好大投資，破財隱患最深，最容易被暗中收割嘅第一名就係屬牛人。好多屬牛朋友聽到呢句說話會好疑惑，我今年火生土，流年有生扶自義有回暖，點解反而最忌投資？呢度就係大家最容易誤解嘅命理盲點。我今日徹底講透，2026丙午年天干火生丑土，而且確有貴人，有回暖，有氣場扶持，所以屬牛人下半年事業名氣機會都會變多。但地支暗藏丑午傷害。六害格局係典型嘅表面生扶，暗地消耗，表面有機，暗地挖坑，表面得利，暗地破財。簡單講，上天俾你機會，俾你人緣，俾你回暖，但流年煞氣暗中作祟，專門破你財運，耗你積蓄，奪你成果。屬牛人性格踏實，勤奮肯幹，做事穩重，從不投機，一生信奉有付出就有回報。正因為呢份踏實，你哋最容易相信，努力就會賺錢，投入就會盈利，對投資項目嘅風險防線極低。傷害流年最擅長拿捏屬牛人嘅性格弱點，先用美好前景穩定長遠佈局，吸引你入局，等你大手投入，全力鋪躉之後，再暗中出現變數，收割利潤，吞噬本金。我同大家拆解屬牛人下半年最恐怖嘅暗破財模式。呢種破財最難察覺，最難防範，最容易令人血本無歸。第一項目萬乖，不知不覺掏空積蓄。普通破財係一次性大街，好容易察覺止損。但屬牛今年嘅破財係緩慢消耗，持續敦富，長期被套。你投資嘅項目唔會即刻大快，反而每個月都有少少流水，少少盈利，令你覺得運行正常，前景向好。於是不斷追加投入，不斷頓付成本。久而久之，人工、租金、貨款、運營成本不斷累積，利潤全部被消耗，本金慢慢被套路，最後想抽身都無法退出，只能苦苦堅持，持續溝選。第二，合作被坑，成果被奪，勞而冇功，丑午傷害。主人劑暗害，利益不均，合作歸損。屬牛人做事負責肯做，願意付出合作投資嘅時候，往往係出力最多、囤資最多、承擔最多風險嘅一方。但最後分紅嘅時候，卻會被對方壓縮收益、搣奪成果，甚至出現對方私吞利潤、推卸責任、倒打一耙嘅情況。你辛辛苦苦投資、奔波運營，最後人哋坐享其成，你自己白忙一場，本金毀損，身心俱疲。呢個就係傷害流年最典型嘅勞碌破財、為人作嫁。第三，舊項目翻生假象，又或你重資補倉。下半年好多屬牛人早年擋至梯選停滯嘅舊項目、舊生意、舊合作會突然重新回暖，出現起色。呢個絕對唔係翻身良機，而係最大嘅投資陷阱。傷害流年嘅舊谷回暖，全部都係馬花一現，虛假復甦，專門誘惑你投入更多資金補初翻盤。一旦你心動入局，就會貼底被套，舊債未清，新債又增，雙重破財，損失加倍。第四，設備庫存、硬資產投資被套。牛人中意實體投資，中意購入硬資產，中意囤貨鋪局。下半年火炎土燥，市場不穩，實體資產同值快，庫存滯銷，設備閒置，大手購入只會變成無效資產，被套資金，令現金流貼底固化，無法周轉。我再三提醒所有屬牛朋友，你哋下半年可以做教務，可以接訂單，可以深耕主業，
可以穩定賺取正財，但絕對唔可以主動大手投資、擴張、跨界囤貨、合夥博弈。今年你哋嘅財運特性係正財可穩，偏財虛浮，勞動有得，投資必好，守則有餘，進則不足。踏實打工，穩定經營，靠雙手賺返嚟嘅辛苦錢，穩穩陣陣，實實在在。但凡想靠投資博弈、合夥賺快錢大錢，最後一定會被流年煞氣暗中收割，辛苦積蓄付諸東流。講完三大高危生肖，我都要為所有觀眾、所有生肖整理一套2026丙午年下半年通用投資禁忌。無論你運勢好與壞，只要踩中呢4個陷阱，十頭九輸，必然破財。第一，遠離高回報、短周期、零風險嘅項目。火旺之年，市面最多包賺、保底、翻倍、短期暴利嘅投資包裝。大家一定要記住，世間從來唔存在零風險高報。所有過於完美嘅收益承諾，全部都係為咗套取你本金而設嘅騙局。上半年好多人中招被套，下半年呢類陷阱只會更多，包裝更真，誘惑更強。千祈唔好貪一時暴利，試一世積蓄。第二，禁止借錢投資，投資拎錢抵押資產博行情。流年氣場動盪，市場反覆不定，任何人都無法預測短期走勢。用閒錢投資係理財，用借來嘅錢投資係賭博。一旦行情反轉，資金被套，即刻面臨還款壓力，徵信受損，資產梯損，後果不堪設。想無論機會睇落幾好，絕對唔好加鏈重，絕對唔好透支未來。第三，唔好相信人情投資。口頭約定，熟人保底。今年是非傷害相破，氣場濃厚，人情最易變質，信任最易崩塌。無論係親戚老友、多年合作夥伴，只要牽涉大額投資、分紅保底承諾，必須白紙黑字落實合約，審核條款，留存證據。人情係人情，生意係生意，混為一談，必然人財兩空。第四，熱點最旺嘅時候最適合觀望，絕對唔好追高。丙午年火旺主熱度。行情熱到人人皆知，個個談論嘅時候就係風險最高，即將回落嘅頂點。普通人最容易犯嘅錯誤就係越熱越追，越漲越買，最後高位接盤全線被套。真正嘅智者永遠係人棄我取，人熱我正。熱到滿天飛嘅時候，靜心觀望，守住本金，先係最穩健嘅獲利之道。最後我教大家一套簡單落地、人人即用嘅下半年守財接運心法，只要堅持做到，就能有效避開所有投資陷阱，鎖住財運。積累複雜，三不投。第一，唔投自己唔識、唔懂、唔熟悉嘅行業，陌生領暗藏你看唔到嘅規則，風險套路運勢。動盪之年，盲目跨界必然頹損。第二，唔投需要長期蹲資、無法快速回流現金嘅項目。下半年現金流為王，資金被套就等於財運被鎖。靈活流動嘅資金先係最安全嘅財富。第三，唔投依賴他人、無法自主掌控收益嘅合夥項目。人情易變，人心難測，自己掌控唔到嘅利潤，隨時會化為烏有。三必守。第一，必守本金底線。任何投資先考慮輸得起幾多，再諗可以賺幾多，先止利，再盈利，先安全，再收益。第二，必守心態穩定，不貪快錢，不冒暴利，不急翻本，不恐錯過。財富係慢慢積累，從來唔係一夜暴富。第三，必守現金儲備，無論生意幾好，收益幾可觀，必須留存足夠應急資金，唔好將所有積蓄全部投入市場，留後路先長久。各位朋友，今日同大家講咗好多關於投資破財守財嘅真相，其實核心就係一句說話：運勢向上嘅時候，最難嘅從來唔係賺錢，而係克制貪心，守住成果。2026丙午下半年的而且確有好多機會，好多回暖，好多翻身嘅曙光，但機會越多，誘惑越大，陷阱就越隱蔽，破財就越無聲。屬兔、屬馬、屬牛呢三大生肖千祈要時刻警醒，你哋今年嘅好運係用嚟穩固積累、修養蓄力，絕對唔係用嚟搏殺冒進、投機衝動。一時嘅錯過機會只係小賺小收，一時嘅盲目投資足以掏空多年家底，打亂人生節奏，消耗自身福運。真正嘅聰明人從來唔會追求一時暴富，而係懂得順應時勢，知進知退，知止知足。該衝嘅時候全力以赴，該守嘅時候靜心倚伏，該賺嘅時候穩步獲利，該停嘅時候果斷止步。願所有朋友下半年遠離投資陷阱，
守住自身財富，避開無端破財，穩住生活安穩，靜心守財，穩心度日，留得家底在，年年有機會。守住平常心，歲歲有回甘。